邦讲师。那这个荣邦讲师呢，其实如果比较年轻的这个讲师呢，应该都认识哦。他在我们之前在跟南京大会一起共办营队的时候，这个荣邦讲师呢，他非常的用心的在我们营队的操办。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大概在10年前呢，南京大会的伙食团成立的时候呢，这个就陈宏先生直接点名由荣邦学长他来接这个伙食团的这个负责人。那也就是说呢，南京大会之所以会有国内8个伙食团，国外2个伙食团，其实都是荣邦学长，他用他之前一样在同家伙食团的经验，然后呢，把它化成实际，然后呢，一间一间伙食团去辅助他们，然后呢，一直到现在，那学长呢，他也曾经在台中开了一间沙鹿伙食团，那后来呢，机缘成熟，他就转调回来南洋光庙，那回来也没有休息了，他又紧接着去这个华医开了另外一间仁德伙食团，所以他的精神就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所以我们以非常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荣邦讲师。讲师姊妹，前到鞠躬，蹲到鞠躬，讲师好，前到大家坐。感谢讲师姊妹。然后这边什么上面指的是说主持人的今天大的以及各位讲师的分享实战，今天找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点我知道运作的实务分享。对，那刚刚黄学长介绍一下同学那种伟大，同学就是说。新南京4个我算从这里开出来的这样，大概真的有实际去参与，然后让这个转成立，然后协助他运作的政治就大概至少半年左右了。大概有5些这样子，就是南台、南科大人的沙鹿跟成立这样子。那其他一些我算像国外的泰国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开像这样子的成长。今年的那个暑假的7月份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也是去马来西亚的伙食团，然后帮他开伙食团的生产，然后就过去那边1个人讲2天的课这样。好，所以那个边线有点没有恢复回来这样，讲话是有声音但是就是那个气就不太能够起来这样子，所以刚刚那个汪汪是说他的课是下午1点，他要睡着，然后就跟他会睡着。好，那另外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就后学不是马上一开始就接伙食团的召集人这样子，就是我们新南新成立伙食团之后，那第一任的那个召集人其实是他们我们的讲师这样，那后来就是我们大概5年前吧，我们就是中心有做改组，然后本来的那个学界召集人就是去当那个我们广告处的处长，就负责国外刚好的工作，然后王老师就去接那个学界召集人，然后就去接王老师的工作这样子。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成立伙食团，我们前就很直接就有成立了一个伙食团的小组这样。那这个伙食团的小组的召集人是王老师，然后也是主任这样子。那我们也有一个主任跟一个副主任那我们伙食团的那个主任是那个李之前的，然后算副主任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伙食团运作上有一些问题或是有些瓶颈的时候，我们会去跟目前请教一些突破的方式这样。那前人把他身边2员大将目前跟李女来自都把在那边放在伙食团这样子。对，所以几乎只要是伙食团相关的各种案会不止前人会到目前就会到代表说现在是他们的重视那后学跟王老师一样，就是都是同甲毕业的这样子，对，所
初在这边成立我的时候，就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上就会发现，哎，跟你一样，西瓜赶快，比方说受一样的训练啊，对。好，那但是后学想的东西会比较偏死吧，所以说大家真的，刚刚3节课上完了，大家都说想要办法成完，好，那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做起？好，那这个是早上听那个怎么讲，是说我们目前有打算再多开这3些博士班，西山大学、台北大学、中山大学，南台有开的，说义和这边，对，但是义和这一边的南台博士班好像应该还算在那个筹备，还没有正式的成立嘛，还是已经算成立。那还是有想要开这3些。好，那今天如果我们的火锅老师这样慈悲，然后这3间大学的学生啊，然后就他的善知13，然后就每个大学都拨100个学生，然后来我们的佛堂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办了一场活动，然后就去学校做招生，就来这里办，让大家开心，开心啊。然后呢？然后他们开心的来，开心的回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就是我们道场的目前的现况啊，道场目前的现况。我们早期办很多活动，都是很多人来，或者离开这样子，没办法把人给留下来。对，所以老师曾经在一般的法会啊，然后在那一般法会的那个所属的单位，领导讲师，就是时常会抱怨说，那个先进的慈悲为什么会用那么多人才到他们的单位这样子？对，然后老师可能被那个他们会的那个姐哦抱怨到有点烦，然后他有自己谈的时候就说，我为什么是多人啊？我今天拨100个硕士在你们佛堂，你们留得下来吗？然后表示就哑口无言。我觉得拨100个硕士留得下来吗？留不下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没有环境，没有环境。好，那今天我说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让这一些学生他在这个地方能够留下来的一个环境嘛，一个环境。那你说为什么这个我算这么样子的有魔力啊？好，今天比如说文豪他约他的同学朋友，然后来佛堂这样子。那请问他要跟他的比如说去叔叔阿姨的家吃饭，然后或是说去同学阿姨家吃饭，哪一个比较好？同学去哪个家吃饭啊？对，那现在那个云产大学附近有没有同学去哪个家？南台科，然后那个昆山科大的附近有没有同学去哪个家？没有嘛，对不对？他只不过他只有附近有一位道亲，然后就是家庭佛堂这样子。对，那他约他的同学，那你就说他去那些家庭佛堂，就为什么要成立博士班这样子？因为他要约他的同学朋友去佛堂，他要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叔叔阿姨的家吃饭这样。那问一下前面的这些学生啊，如果你的同学是用第1点约你去啊，然后你要去的是什么？然后他是用第2点啊约你去，那你要去的是什么？第2点你要去的是什么？好，那说到下来，那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博士班的答案，这是正很简单。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就已经有家庭佛堂了啦，那附近也有一些像义和圣堂这边的附近就有一间那个台南艺术大学，那就是过来这里考考他成立博士班，因为不好约啊，不好约。好，那刚刚那个就是吴老师有说，那个崇德有很多人嘛，对不对？对，那到底多少人呢？或许还记得2005年我们总会办的那个万人读经大会堂，或许还是走上去啊。对，那后来就听到那个就是以前在同乡的一些学长说，就是他们的那个大务中心啊，就是发了一道命令下来，请每个博士班出3个人，然后去表演带动唱这样子。给我出3个人表演带动唱，然后表演完之后拍1张合照。
那他们前阵子开了一个高中部的立德班，高中部的立德班就是今天他们现在的那个博士班已经不是大学了，连高中都有了。像那个台南一中就是跟你讲，他们都有高中部的博士班这样子。那这些高中部的博士班，他们也要去，他或者是到咱们下一代，然后他是去还在高中念书这样，然后他们就会去参加高中部的立德班这样。对，然后这个立德班呢，不是那种新到型的班课，它算是一种单独的培训，就是跟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班有点像啊，主要是有单独的培训。你是不是要拍一张合照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或许看照片，大家会比较有感受，就是他们就是有这样，他们就是有这么多的人。好，那你说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到底崇德的博士团是怎么成立的？对，它其实是一个偶然。对，因为发展的偶然，它并不是就是那个韩老奇人啊，然后就是大部这些他们有一个非常缜密的规划，然后就想说要去就是学校里面、去大学里面成立专，其实并没有。对，它起头是什么？它起头是逢甲大学的一位学生，然后就被隔壁的邻居录取求到了。那后来那个韩老先生啊，跟大部就看到，有大学生来参加我们的法会这样子。对，那据说就是大部群他就把他身边的8位最厉害的讲师啊，然后通通派去参与他这样，然后之后这个学生回去就很发心，就把他们全班通通都来求道这样。那来求道之后，他因为在法会都会实在的这里，比如说讲师述职这样。讲师述职，那以前大概民国57年，那时候有述职考试吗？没有啊，对，所以怎么办？他们就因为逢甲就是私立大学嘛，那大二就没有述职可以读了，那只好他就去外面读书这样。那大家就想说，那既然都是吃素食，那就我们去注动啊，然后就住一起没有素食可以吃，所以就请一个阿萨来帮他们煮饭这样子，然后就带一些同学就一起来这里吃饭这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包伙就可以了，就是包大家的伙食，所以那时候叫包伙嘛。那后来觉得这名称不好听啊，包伙好，听起来不太有人家讲，所以就把它改成伙食团这样。那后来我讲就这样子，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刚刚王老师说的，那时候鼎盛时期啊，逢甲曾经有开10桌这样子，然后就是1楼2楼会一起吃饭这样。对，他收来的伙食费就会有盈余的哈。对，我虽然大概开1桌会亏钱，开2桌会大，开3桌会赚钱这样。对，所以他开越多桌就能够赚越多钱这样子。那他们那时候就是伙食费所盈余下来的那一些钱，可以供整个发育场的台中道场求道人的所有赞助。不知道说那时候有多少钱？好，那之后就有一个闲闲就觉得说，这些学生这么样子的发心啊，对，韩老先生想要就是盖3合院，大家还去老乡那边帮他挑砖头啊、铺水泥啊，这样子的发心这样子，结果都没有人在照顾他们这样，所以那一位何素信，那他是有新秀的人才，他就发心说，那后来我就来当学生主办这样子，然后就照顾他们这样，那而且就是个主任2年这样子，结果这些学生一开始就觉得很稀松平常啊，就一个先起来煮饭给我们吃这样子，他后来在饭里面久了，到底越煮越多，那个饭就越吃越不安这样子，为什么？那应该是要我们煮饭给前吃啊，前煮饭给我们吃的，对，所以就想说他后来跟前学怎么煮饭这样，那就这样子学就开始学习煮饭，那所以后来就是在外面住一栋房子，大家自己煮自己吃这样子的模式，就直到现在这样。那后来那个大哥他就觉得说，这个方式就是在学校附近找一栋房子租下来设火塔，请学生过来吃饭，这样子的方式是可行的。对，那如果大家去看崇德传记的话，那时候这个钱老他其实是他的道路其实分配在彰化，分配在彰化。
已经是民国57年了，对，那他后来他运作了8年，到民国60年，民国60年，请问就是协导他从民国38年到台湾，然后到民国60年，经过几年？民国，说他从38年开放台湾了，38开放台湾，然后到民国60年，已经快30年了。它底下会不会有很多就是讲师？有嘛，对不对？那这个方式在红甲这一边已经运作成功了。那检讨想要推行，所以呢就可以把两师们找来，然后开个会，然后就派这两师去开发台北，这两师开发台北，这两师开发高雄，然后就到红甲，不是，对，不是，对，好，那检讨就提出他想要去各地方成立公司嘛，两师们就觉得说红甲的成功，它是一个模板，对，红甲这样子的模式是无法复制，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彰化的这一片道场就已经有30间大庙了，应该把我们这里道先顾好才对啊。那至于说红甲的成功，那是红甲的殊胜，那没办法不知道没办法成功。那连这样讲怎么办？所以先让他自己一个人带着几个讲师，就去台北，去那边开光或是光。对，是派一种可能前人是他的指标，自己上去开光台北或是光。那经过了几年的运作，大概到民国69年，就有一大批道场这样。所以在这个那一边的台北学界，他们这样说，台北学界特别突破吧，因为他们的现在这一批道场是讲师都是先把他所感觉的意思都带出来。好，然后我就为什么要讲这个？来，请问您现在在道场里面所负责的工作，有比前导还要重要吗？有没有？没有啦，对不对？那前导他是自己一个人带着几个讲师就去北部指挥布置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学生的这一片道路，年轻人这一片道路是道场的未来。你现在手边的这些工作，一定都有别人可以帮助。你现在所负责的是少年班、国军班、地区的升学班，有没有人可以来接你的工作？一定有。但是你没有走出去指挥公司团，不会有人走出去。所以先把他自己去指挥公司团，然后就到现在去开24年。当最后先导我们要去踏出去指挥公司团，下一个要这边把整个道路。好，那我们新义单位呢？什么时候开始成立公司团的？它的大概是因为2015年的大专高专疫苗，那这个是我们南新跟义合办的最后一次大专班这样。那时候人还蛮多的啦，就是有这么多大专生，这么多高专生，它是不一样的人因为人太多了，找跟大专跟高专一起合拍照片这样。对，那05年大概是我们新南新成立学界的第10年这样。那在这10年的当中有没有那一种就是他的爸妈或者他的阿姨或者他的奶奶不是道亲，然后他是那个我们佛堂的道亲的朋友，然后带来我们那个佛堂参加佛堂的一些班会，然后他就求道就发心，就愿意来佛堂接近。所以我们就是在05年的时候，那时候南京成立学界10年了，
30年60%，再一个30年36%，再一个30年60%，就剩下17%的，所以我们灌到的新南京大会大概100年后就会消失的这样。对，好，100年后就会假如说100年后剩36%的部分这样，所以在候选有生之年，或许看到我们新南京消失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好，那怎么办？成立火石团啊，成立火石团那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整个道场没有人有火钻的经验。你说有啊，那个王讲师的候选人，我们有火钻经验没有错，但是候选人在面临台中红甲的时候，就有先到南京大会就是希望候选人能够成立火石团这样子。那时候候选人是很大赛，那候选人不敢答应嘛，因为候选人那时候觉得说自己在发展的还没有把他们学过的东西学回来的，对吧？你没有把他们的东西学得很透彻，就想要回来成立火石团，那就会失败。啊，就等到大家毕业之后，但是毕业之后我不是学校的学生啊，那我去哪边找人呢？对，他就陷入一个困境啊，前面4桌的学生不敢成立火石团，然后后面4桌的讲师觉得有能力成立火石团，所以就一直没有成立火石团。好，那后来是因为这个班会啊，那这个是在第2次安排的。那这一班刚好那时候是有一位学长做那个新一学长，那他是那个郭学长，就是他对，那他有一个执着，那他这个执着就是成就了我们新南京火石团。对，他那时候大三的时候住在巴黎城的火石团，但是他不想要把部去巴黎城的学到，所以怎么办？所以他升大4的时候他就想说，那但是又只有火石团才能够让他把学生朋友找来我看看，那所以他就想要回来新南京成立火石团这样子，就是他那种感受。好，那就刚刚的那个大分班就跟候选人聊一聊之后，或许就鼓励他，就是去成立这样子。对，刚刚说如果你真的愿意成立、愿意出火石团的话，那或许就会去支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候选家里主管到那年回来开始实习。那本来现在第一火算是在家里啊，从台南开车到现在要多久？要80分钟。对，然后就可以搬上去几次，上去3次。所以在座的各位讲师，如果你是住桃园，那你应该也要能够去台北成立火石团80分钟之后就不要住这样。好，那但是还是会害怕说，他真的成立之后，到底能不能够办得起来这样子？那结果这一班讨论，金光老师来提了一个选择做出路之道，我就觉得说，老师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理的学界的出路在哪里？而且那一次的想法这样子，好，那出路在哪边？就是要成立火石团这样。那老师也跟我们说，你就是要怎样？就是要相信小胆相信的相信，尤其要相信啊，要相信。然后我就说对，或者是不对谁我自己有信心，就是要相信对他从能量，然后就把它成立。好，那后来成立之后，这个是觉得你看第3次啊，对，因为这样非常的经典啊，因为这是成立的第一批学长姐那有这些学长姐，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这些学长姐跟就是周边协助的一些讲师，他们说他们没有什么经验嘛，然后觉得要上去3次不够了，最好是都住在里面这样子。那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所以我觉得后决定就用自己的一些就是在那个红甲认识的一些学长姐，然后就请他们来就是我们南京的讲课这样子，请他们讲师跟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成就转的经验这样。那这个是第1次开的这个，对，那就看到下面有这3位，就是佩珍学姐跟学姐他们讲，和学长。那办了这次的时代，这其实是一个算是火石团自己办的一个班会，它并不是一个中心的班会。
隔天呢，就是前的开完会啊，然后有风尘仆仆的从高雄这样子，那在科技上都做协办支持。那往前从高雄到站，大概要2个小时的高速公路7个小时站，对，然后就是还是会一步开山。那也就是在那一次啊，而且就决定拨经费，就决定了。好，那后来就慢慢的学生多了，就在06年，我觉得目前成60嘛，06年就开了第一届的一个新法，人还不少，就大概有这一些。那因为这个是学界的法会啊，其实学界有一些就是他还在上新法，或者他就是不想要出来过班的一些学生这样，啊也邀请他们过来参加这样子。所以第一次有将近40次的来参加这个法会这样，然后学生目前还是都不在这样子。那第2年呢，我们又开了一个法会啊。那第2年因为学界的这一些就是需要开法会的工作已经来开完了嘛，那法会的课程是类似的啊，就是跟整个法会一样，就是一份课程，然后一直重复再用这样。因为你来参加的新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第2年就没有那个跑到新的来参加，就剩下真的是大学之后这些20完全修到的一些学弟妹这样子。对，第2年就很特别了，就这样子。好，那或许印象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因为那一年我们将近才20几位，就是加干部才20几个人，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在船台开这样子的大会，然后那个负责总部的谢谢嘛，然后就跑来跟后面说，那你成绩也哪里啊？现在要船台那种啊，你们才20几个人而已啊，为什么要来船台开班？就在自由站开这个班就好了这样子。大概浅显哦。8个月就习惯了，所以他就来跟后学一下这样子。那我们也曾经就是有一年也是开法会，然后也是大概因为这个其实是在南京是中心的单位嘛，那只要是中心的单位，你地区的一些各项活动，应该是要跟他一起开的。就我们开一个就是义和针口开一个暑假的那种，就是大团班。你应该各地区不会把别想小是哪里从哪里，但是我们就一样开一个法会，然后就有一些单位他就一直跟我们法会是有冲突，那后面就会跟一些学长说，那你们能不能够把时间给挪开这样？那学长就后面说你那个法会啊，大概有几个学院这样子，或者跟他说大概有4、5个学院，然后说如果4、5个学院的话，那你们几个人去弄就好了。那我这边我没有必要把我的这一些干部，然后去支援那个4个人，听得懂吗？所以他就还是把时间排在一边这样子，然后就只够鼓励会场对，因为就不知道该怎么讲这样，所以并不是说大陆在办一开始就能够非常的完善，是不可能的。对，当初的这一些那个老前辈，他们从大陆过来台湾开荒的时候，师傅就让你说要辛苦几年，辛苦几年。这些老前辈都是发大心的，开年会的，然后先后直接临台，然后跟他们讲清说法，然后那个人去跟不相信有那个灵魂这样子，然后像眼睛闭起来张开看到鬼道的那样，听懂吗？对，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嘛？先过来跟他说，你不相信哦，你不相信哦，那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再把眼睛张开，然后看到自己，为什么？把灵魂对话过来。那你说他不会发心嘛？他就是发大心嘛。但是来到台湾要怎样？辛苦死也这样子。所以今天在火车站在办，那你说要辛苦几年？对，或许学至少要辛苦，至少要辛苦，然后才会有一个稳定的成果，才会有一个稳定的成果。所以如果真的要投入，那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个短期的工作，是短期的工作。好，那后来我们就经过了4年之后，我们就办了一个录影。那没有，大概就有60、70多场。对，那你说搬出去玩很多，花钱在
像生物是很清楚，其实后学长现在应该是。喂，好，早上课后学就一直学这支麦克风，声音比较清楚了，有吗？好，那后学用这个讲。好，那再来，那09年办的这个联合录影就有这么多人，然后我们到了2012年再办联合录影，那一次就已经有160个学生了这样，那大概有将近100个是新人，60个是干部。那你说啊，以后都办出去玩的没什么好想的，好，我们就看法会吧。就是刚刚讲那个非常可怜的法会，到了今年啊，今年在开法会，我们就有将近100个那个学生这样子。那真的是大学求到，然后出来开法会，大概有10位左右的。那这一些学生怎么来的？就是在去年我们办的一个火酸的洗酸营，然后有这一些火酸的干部，然后他就经过1年的努力，然后在今年的3月份就让多学生来参加我们的法会这样。好，所以虽然说跟这个崇德的这个高中部的联合办，还是有差啦，这样子还是有差。但至少我们是从一开始的人力火车团，就是那一张放了3次的照片里面看一些人，然后到我们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人，所以真的是需要大家的投入啊，需要大家的投入。好，那如果看一下目前的成果的话，我们大概从8年前成立火师团到现在，大概有600多个求道人啊，平均一个火师团大概1年能够有20个人求道这样。当然，南台是特例啦，他上次有因为某一个特殊的语言，就1次50个人求道嘛。对，那如果特例不要讲，就是那个整体来看的话，像中医大概是1年10几20个人求道这样。有多少人辛苦？大概有30几位啦，然后有10几位是大学才在火算求道这样。刚刚早上的那个几位女工学弟的分享，他们也是一样在火算里面学习成长，然后享有那个音乐小的辛苦，所以真的值得大家的投入，真的是坐在后面的讲师，你回去想一想，是不是你手边的道路有其他人可以来承接？好，那再来是怎么去运作呢？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计划去失败，但是有太多人失败是因为怎样？是因为没有计划，没有计划。那所以为什么今天火师团在运作的时候，它需要有就是像后学、像王讲师这样子的人的存在？为什么早上的那个崇伟讲师，他要在中心这边成立一个就是火师团的小组这样？对，因为那其实火师团的运作有它的专业性跟它的特殊性。怎么讲呢？请问，你隔壁的邻居跟你住在一起，他会住多久？如果没有搬家的话，他会住到他归空为止啊。所以有几年可以咨询他。想借我啥什么大妈六？来，那今天就是这一个大学的学生，像林旭学长。有几年时间可以咨询他？几年？系单，只有4年而已。也因为只有4年而已，你在4年的时间之内，如果没有把这个学生鼓励到他愿意去过文理班，那你就失败了。这样懂吗？不要说过辛苦，他至少愿意去过文理班，然后那6条约他至少愿意发个2、3条这样子。你要定这个目标。好，那从他大4毕业前，他愿意去过文理班往前推，你就可以去写出一份这个大学生他在火算阶级，他大1需要到什么程度，大2要到什么程度，大3到什么程度，大4到什么程度的。对，所以到底这个学生的努力程序要不要那个很赶？不用很赶，但是要有规划，要有规划。你不要说那个大1他来玩1年的活动都还没有求到，有没有？请问他如果大1都还没有求到，那他大4跟过文理班吗？不会啦，对，所以就要有计划这样子。那
那你说那个计划，一个学生从大一到大四，他大概要怎么样，他才会过文理班型？他要翻开手册的11页到13页啊，然后去把它写在里面，这样。就是一个学生他，一本手册先我学一下好了。好像有点打页码打错了。那个第9页啊，第9页到第11页。左边那个目标就是说，他一上你要他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一上就要他能够学到，啊，另外我想帮忙煮饭。那一下呢，我虽然有分3组嘛，大文项活动组，他要能够来3组里面学习当组员这样。那你说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有一些运作的方式啊，对，所以写在第2点有一些我算可以去办的活动，或是开的一些班程。那中心要负责什么工作？中心就是从小他就要负责去把这些东西准备出来这样子。那后面有一些备注了哈，这样没有？这后面不讲了，大家就自己看好，大家就自己看。那你就依照就是您自己我算的情况，然后可以去做一点修正这样子。那再来呢，那计划就有那个第12页跟13页了哦，对，有2页的那个行事历，对，那行事历就要照这样子去定啊，照这样子去定。行事历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礼拜5，不要排活动啊，因为学生都回家了。那礼拜1也不要排活动啊，因为学生他6日可能去 AP 了啦，所以礼拜1他要睡觉这样。那你跟他排礼拜1晚上来参加活动，他是不会来，让他去排队。那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我算真正在运作只有礼拜2、礼拜3、礼拜4而已啦。对，所以后面的讲师们你们也不要害怕啦，运气今天把气干东西我是好啦，你下去大概啦，你要去3天就好，就礼拜2、3、4这样子。那你今天有想要去成立伙食团当负责讲师的前线的话，那你要去几天？你要去3天啊！对，所以有听到吗？3天啊，3天，我也没恭维，压力学堂啊，3天，那是基本的啊，那是基本的。那剩下的讲师你要去几天？你今天挂名当伙食团的协助讲师，其实你要去几天？你要去固定1天，然后启动1天这样子。固定1天就是说，我们都是像那个沙鹿的这份形式，它都是礼拜几办活动，礼拜4办活动而已，每周也是个活动，所以这1天你一定要去。对，那其他呢就有办到的时间啦。那办到像他这边是排就是隔周的礼拜3，所以他这1天那你就是自己看自己的行程，可以的话你也去参加这样子，就不平面机动一点。那为什么需要机动？因为有时候学生他可能今天晚上，然后下午5点多，那他放学的时候，那同学就问他说：“好，你要去哪里？”那我要去火车站吃饭啊。火车站那是一个什么地方？那就是有很多学长姐很欢乐的地方。那我能不能够去？可以啊。然后就约，然后就有三个同学跟着我一起来的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副的讲师在 handle 而已啦哈。那这时候副的讲师就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就看一下今晚上有没有行程，你就过来帮忙这样。晚上就是启动1天哈。这样讲师们 OK 吗？OK 吗？固定启动1天。好。那刚刚也说礼拜1不能够，礼拜1没办法排活动，礼拜1没办法排活动是没办法排新生的活动啊。对，所以像沙鹿这份信息，它礼拜1就是用来开会，或者用来开班，开针对干部的班会这样子，这样可以吗？好，那再来有个基本的概念之后，到底伙食团要成立啊？需要有1、2、3嘛，需要有1、2、3，运作也需要有1、2、3。好，第一个是要有一个心。今天如果你想要成立，然后2是要有2个条件嘛，3要有3种感觉这样子。好，第一个是心，大家觉得要有什么心？
才能够成立国史馆。发行，还有呢？啊？信息，信息，还有呢？对，假设可能伙伴，如果你想要什么信？良心。有人讲出答案了，什么心？对，要有这个啦，要有决心。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3位那个辅导员，就是那个盛豪学长，你站起来给他看一下吧。对，然后有那个地理学长跟那个玉林学长，玉林学长，站起来给他看一下。对，好，请坐。就是那这是社福国史馆，他们是就是我们南溪的社福国史馆。那当初呢，那个社福国史馆的副讲师是徐讲师啊。对，那有一次的那个班会啊，他就是因为其实社福要成立，一直都有条件啊。对，那时候或许还记得他在成立前2年，然后在高雄地区读一所大学的学生有将近10位啦，很心寒心哦，在一所读大学有将近10位，但是徐老师他就一直很犹豫啊，因为他可能做事情比较谨慎这样子，他就觉得说那个条件没有成熟这样。那后来那一次的班会，我们每次开一些那个学生的班会都会发签过自己的小卡，那徐老师就拿到了这一张。好，叫什么？有心就要快办，错过了就没有机会这样子。那他就觉得说，心里面就开始热血澎湃的这样。那回到社福国史，回到那个就是那时候社福国史馆是一些佛堂，然后都拿来就是当那个读书班的那个佛堂这样子。那回到那些佛堂，就看到了“觉醒”这2个字这样，然后就说对，就是应该要有决心去把国史馆给成立起来这样。那后来也因为徐老师他那时候就真的有那个决心把国史馆成立起来了。老师跟他说错过就没有机会了，因为徐老师那时候9月份就决定要成立国史馆，那10月4号就设刊了。对，那11月份我们宣传了2次武术开组，他就从学界的召集人去当红道处的处长。请问他如果先得到前人的指示，然后跟他说要接红道处的处长，那他还有办法去成立国史馆吗？就没有了啦哈。他要负责我们西南西全部国外的开完道路的这哪里有时间？所以老师跟他说错过就没有机会，再不成立就没办法成立了这样。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就是要有决心啊。好，那再来第2个是要有2个条件啊。来，大家觉得国史馆成立1、2、3哪个重要？要有地方，要有人，要有钱。不要跟我说多重要，没有这种东西。对。哪一个最重要？你觉得是地点最重要的举手？我要在学校附近找到一栋房子，然后设佛堂，觉得最重要的举手。好，那你觉得人最重要的举手？你要找到一个专职负责的小时哦，手下来。你觉得要有钱最重要的举手？1位。好，老师能够扇子一扇，就扇来1间佛堂给你用啊。对，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扇过来的，可以去问那个离火师团的学长。当初的离火算这间房子，我们在9月份开学就要去承包了，离火师团在8月中还没拿到房子这样。那后来就很神奇的就拨了一个房子过来这样子。那钱呢？钱，老师能不能够扇子一挥，然后钱就来了？可以，对。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去问那个北港学长啊。对，那开火师团现在是一位道清医老院把房子给买下来的。对，然后那个道清也不是很常出来佛堂这样子。对，然后就有一次的那个班会，然后就有贤贤在那边跟大家讲说我们那个南开想要成立国史团这样子。然后讲了之后，那个道清就过来跟刘习官讲师问说：你成立国史团刚需要几？我需要啊，还需要多少？我们进那个房租1个月2万块啊，然后押金2万块要缴2个月这样子，然后一次要缴半年的房租这样，那这样子要缴多少钱？1
1个月2万块，半年就要12万嘛，加2个月的要求就要16万这样子，然后就拿出16万给行为讲师这样。对，所以钱就来了啊。所以，但是，老师不能够说啊，我就拨一个人上一项，然后那个公方就有那个意愿去，来开成立博士团，有办法吗？没办法，好，对，老师如果有办法，大家一上就成转回去的啦。所以那个心，那个想要成立博士团的心，那个想要把那个时间空出来去协助博士团运作的心，需要大家去发这样。所以人一定要先找出来，人一定要先找出来。所以当初在那个博士团就有李书斋讲师，然后跟李金一学长嘛，对，那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不好啦，对，那时候那个开成长营嘛，那刚不是有讲说付钱过来跟我们做分享嘛，那付钱就跟我们鼓励，因为那时候就只有金一学长住博士团，就一个人住博士团这样，对，那父亲就跟他说，因为你叫经历啊，所以你就是要经历过那一种一个人住博士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应该要叫你经死啊，这样子我们心安心就一直都有4个人住博士团这样。因为从他之后，我们就摆脱不了一个宿命嘛，就是后来成立南台，就配升学长一个人住博士团，成立3会只有学长一个人住博士团，就永远只有一个在校生，不会有2个这样。然后社福也一样，就重新要一个人住博士团，然后中医也是继续要一个人住博士团。南科大就好一点的啦，终于，所以或许还蛮开心，南科大是去打破魔咒的这样。对，因为到南科大，南科大是那时候，南台博士团一直都有南科大的学生来学习这样子。那后来因缘成熟了，那新学觉得说想让这些学生这么累啦，就是他们用科技大学骑脚踏车或是接受南台，然后所以就成立了这一届。或许那时候就有4个人住里面这样，一位讲师加3个学生这样子。但是回到后来辅仁还是1个嘛，然后人德还是1个这样子。就大概你如果从一个企鹅火算跟出去，你上自己成博士，大概就是1个学生出来。所以刚刚黄老师说要3到5个学生一起合练也好，一直要我觉得学生找到1个学生，他愿意来住博士团，就可以成立博士团。听懂吗？宝光建的目前也有30几个博士团这样子，那他们更加有决心哦。今天，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嘉义嘛，那我们人理博士团大概跟宝光建的博士团同一个时间成立这样子，那我们后来去大物卷，然后就找到了那一个住在宝光建的博士团那个学业这样，那之后有去跟他们做交流这样子，他们就一个不是那么发心的那种小学妹在大一，然后考来那个中正，那前年跟他说他要住佛堂，他说好，之后呢，他们领钱就把房子买下来，知道吗？就把那个房子给他买下来，然后就让学生住这样子，对，300万就给他，400万给他，就给他花下去了这样，这个叫决心啊，决心。好，所以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专职负责的讲师跟他新出堂的学生。那这大家一直有疑惑，一定要专职负责吗？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会不会在那成立博士团，那你不能够那个原在讲师去礼拜2，然后另外一个讲师去礼拜3，再另外一个讲师去礼拜4，这3个讲师嘛就去礼拜2、3、4这样，对不对？不可以。对。就为什么呢？今天比如说后学是一个大一的学生，然后就跟那个原讲师相谈的来这样子，那我知道他只会来礼拜2，所以我也只会去礼拜2啦，好吗？叫讲师轮流来，学生也就会轮流来这样。所以今天你在这个学校，那如果你找不到一位能够专职负责的讲师，那就不要成立，对，因为你给他成立下去，那是浪费我们高产的钱，因为不会运作的成功。那你说为什么会运作成功？可以啦，今天我们台湾的大学都改成10年嘛，可能10年才能够毕业就会成功了啦。因为讲师轮流来，学生就给他1天嘛，对，那这样子的话，他大概要10年才能够过稳定班这
以大家回去，你想要成立伙食团，先把那个专职负责讲师找出来，找出来就能够成立了。好，再来，或许不休息了，因为或许时间非常有限。好，再来是好，我们这个成立伙食团的，那怎么运作？运作的方式非常的多，对，你要去学崇德的那一种方式是没办法学习的，但是它的原则可以学到。原则，好，什么叫原则？就是你要去营造出3种感觉，这样。对，第一个是什么？归属感，第二个是成就感，第三个是使命感。对，大一的学生你要让他有归属感，那他升大2的你要让他能够有成就感，他升大3、大4的你要让他能够有使命感。听懂吗？好，那归属感，怎么让他们都有归属感？这个非常的重要，叫做伙食团的开学决定论。你今天只要听进去2个东西就好了。办伙食团要有决心，然后这个是理念，然后第2个实务就是你伙食团的开学那阵子，你一定要把它把握住。这2个东西你一定要记起来，小朋友忘记没关系，决心跟开学决定论你一定要记起来。什么叫伙食团的开学决定论？今天一个人均的，今天一个学弟吴人均，我住北部，千里迢迢来到高雄的高院科大读大学，这样子，举目无亲，无苦无依，只差没有流落街头而已啦。对，然后你把那个行李放到宿舍的第1天，就有一群热心的学长，然后来帮你提行李，就有一群热心的学长来跟你说，学弟啊，你什么系的？电气系，学长是电气系的嘞，然后就开始跟你聊天这样子。那这个学长跟你讲说要去哪边，你就跟他去了，好吗？哦，那你说，这样子的事情，应该很多人都在做啊。对，跟你讲，没有人在做啦。为什么？那个新生他来学校的时间，跟旧生来学校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好吗？听得懂吗？对，新生会提早来学校进驻，提早参加新生训练。这个时候，所有的社团的那些干部、社长都还在家里打电动玩具啦。对，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跟你抢这些人，只有我们而已。那你说发一崇德呢？发一崇德他现在也不去做这一块，因为他们都有社团，他会把重点放在社团活动的那一天去找学生这样子。他也不用利用开学那一天这样。好，那你说那开学怎么办？就拿着14页跟15页啦，就是这2张，这2张，你拿着14页的那个招生宣传单，拿着15页的问卷。怎么讲？怎么跟他讲？学弟，我是人人我算的学长，能不能够耽误1分钟，可以介绍我们社团这样？他会以为是学校的社团，叫做伙食团这样子。你不要跟他讲学弟，我是一个校外社团，我叫做伙食团，不要这样讲哦。他会以为是学校的社团，叫做伙食团，然后讲到最后，他就问你说：“学长，你是学校的社团吗？”对，你就跟他说不是我们校的社团，但是你已经跟他聊到天了，那他觉得你还不错，就来参加活动了这样子，然后就用这张纸跟他介绍我们这些活动，像就有那个9月9号、12号跟15号的活动，他要参加哪一天的活动这样子，他要参加钱就把它收起来了，好吗？费用就50元而已，然后就先收，记得要带收据啊，学生会里就有收据这样，就去刻一个那种上面的原章，然后自己印那个收据这样子，然后盖章，然后撕一张给他这样，好吧？对，然后就把上面这个资料就是留给他，像这个单子就把它收回来了，就这么简单的，你做到吗？做得到吗？那什么时候去做？什么时候去做？或者帮大家查好了。
台你要去找你今天回去，其实也不用拿来扣行事历就好。你今天回去就把这个行事历打开来看，比如说南台，好，他什么时候开学？他9号正式开学了。那新生什么时候来？新生什么时候来？新生什么时候来？他9号开学，然后7号正式上课假日班，看不到新生什么时候来了哦，所以你要去Google 打那个南台空一个新生进驻，然后就会看到这一份资料，然后看到这一份，对，然后就有个10月10这样子，然后它是9月4号、5号、6号，那6天是新生的10月4这样，然后新生进驻是8月31到9月3号，也就是说他这一段时间都可以去搬进去宿舍里面住这样。通常会什么时候去？通常会9月3号才到啊。对，那你就看一下9月3号，9月3号是礼拜几？礼拜3。好，麻烦各位讲师，麻烦那个南台科大异性国专的讲师，你9月3号要请假了哦。好，你9月3号那一天公司要放假了哦。为什么？因为你要去宿舍，然后去找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一天去？因为你只有这一天可以去了哈，之后宿舍就关起来了，你就进不去了。你说这一天为什么可以进去？你不要穿到场制服了，穿轻便的服装，对，冒充家长就给他走进去这样，懂吗？对，好，或者跟你讲，你一定走不进去，对，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当初老前人来开放台湾，人生地不熟，他都老前都得从大陆这样子抛家舍子来台湾这边度我们的，今天像你在来宿舍里面走不进去这样子，懂吗？你一定要走进去，对。那会不会遇到困难？跟你讲，一定会啦。那个南台的学生常被赶啊，就是宿舍广播啊，现在请那个不是学生家长的马上离开宿舍这样子，那就要理他了哈，懂吗？对，因为你只有这一天可以去而已。好，那其他历史类推嘛，昆山什么时候？昆山一样的哈，他开学是16号，但是一样看不到什么时候了。就要去找出这个东西，然后，对哈，就是9月13号那一天开放进驻，14号、15号，然后就可以了，对，所以昆山那个原先是比较幸运啊，不用请假，因为大概学生15号才会来这样子。但是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13号来，因为13号礼拜5就可以搬来宿舍了嘛。那13号就会有一些学生他就来宿舍了，然后那个人数不会很多。但是这些学生有可能是住台北的，有可能是住玉岛的，有可能是住澎湖的，有可能是住金门的，这样子的人度谁呢？还有住澎湖啊，住金门啊，所以他才会这么早就过来嘛，对不对？对，那他会常回家吗？不会啊，他上次当然要先把回来果断修到啊。我说你那天也是可以去逛运气的哈，那你就看到宿舍可能一间宿可能。整层楼可能只有几个学生而已这样，对，那他没有事情可以做，电脑也还没有来，网络也还没有开，就去找他。好，那云传的话，云传它的那个它有2个校区啦，所以它的新生开学注册开学是9月9号这样，对，那。你今天没有来上课，你就会以为开学过后再去找他去。我跟你讲不是，云传到9月1号啊，9月30号，8月31号到9月1号。我说你比较辛苦，你这个时间点就要去找他了。那他们31号跟9月1号本来就是礼拜6跟礼拜日这样，对。但是你们要很辛苦的请1个礼拜的假哦。因为他那个桃园校区 A 组体检是礼拜3这样子，9月3号了，9月3，所以他比如说1号来进驻，2号休息，然后3号是 A 组体检，4号是B 组体检，然后所以有这2天的时间，他其实是会在的，而且他一定会在。那一天晚上 A 组体检那天晚上宿舍是一堆人，
那9月3号是27号哈，9月3号是礼拜几？9月3号是礼拜2号，所以那个想要在桃园传承力火出来的讲师，你们9月3号礼拜2、礼拜3要请假。以后去需要你们要请假，不用了啦，就这个时候而已，好吧？好，那剩下的就不看了啦。远东跟手指代，因为已经这个你们应该知道了哈。也就是说，这么选，如果连开学要把握住都不知道，那就尴尬了啦。好，那所以在那个，那这个是我们仁德火师团，因为仁德火师团那时候是这一位就是陈文讲师他发心要就是成立火师团这样子。那右边是他的女儿，她是中华医专的学生，但是她已经毕业了啦，所以她也没有学弟妹可以找这样。那怎么办？没有在校生，因为他已经毕业了，然后讲师都年纪大把了这样。对，那一天晚上，他们就在那边丢那一跑宿舍这样子，就说我们去跟他们讲什么？对呀，跟他们都我头发都白了，那我去我跟学生讲话不是很奇怪吗？或许跟他们说，当初何老先来台湾的时候，他讲什么语？他讲国语，台湾人讲什么语？讲台语。对，老先讲国语都可以去讲台语跟台湾的求道，那你不行，对不对？信义精神是怎样？是拿出来行的，不是拿出来讲的，就给我去考宿舍，对。然后那一些人就这样摸摸鼻子，隔天就很认真去跑一整天的宿舍这样子，对，懂吗？所以后面的讲师一样，都给我去跑宿舍。来，做得到的举手，做得到的举手，做得到的举手，把手放下来。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手举不起来是手举不起来是怎样？好，气氛沉重起来。好，你真的回去讲一下，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一个人世间？发一送的有一位点燃师，他叫做李如意点燃师，年纪轻轻的40几岁，清修的点燃师，然后就归空回去了。那大家就非常的骇然了，说为什么这个点燃师这么发心，然后就回去了这样？那之后他是怎么样？不举手，所以只好把这个拿出来讲一下。不好意思啊，以后学这个，觉得你应该要知道这个东西。好，那他说他是古佛身边的一个仙女，然后就有一天古佛把雨拨开，他就看到人世间的众生，那怎样，就是河流祈祷泉啊，他的那一些以前的也是的父母亲兄弟姐妹都在苦海当中迷昧了，他就起那一个慈心的愿，好，我要下来度他们求道这样。那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做了济公老师的徒弟，需要好好的去疗院，帮助老师去多做一点事情，然后就下来了。那这个点燃师他还觉得怕自己不会修道啊，所以就发了一个愿，他希望自己身体比较健康，所以就说他自幼体弱多病无大患，那就是上天怕他迷昧嘛，所以他就会时常头痛这样子。身体不健康、时常头痛的，他就开始觉得世界是痛苦的，也因为这样子，他大学就求道了。后来就舍身办道了嘛，然后15年的时间这样。那点燃师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在学界的道路，然后非常的尽心尽力，开娱乐营啊，开道育班啊，就是我们的善心班，然后开读经班啊，编一些读书的教材这样子。但是这一些都不是他下凡的使命，为什么？当初他是为什么下来的？他是把云拨开，看到人间的众生都在里面，他发个心要下来的。在天上有没有开班？有很多先贤表演回去当某班的班长，所以天上是有开班的。大家回去有没有修啊？你还是要修啊，还是要修，就还是会有人想对面你听啊。
啊，有讲那边就有班长嘛，对，所以天上还是有开班。那天上有没有一些武术的工作？有啦，天上也有这么多手册教材可以去练习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开班啊，你如果只是要编这一些教材，你不用下来了好吗？你今天会下来都是为什么？都是要下来渡人的，所以你才来到这边的时间。然后，那更何况他要领的4个命，那他没有去做这些应该要去渡人的工作，还在那个学务组啊、文书组啊、办务组啊去转之后呢，就是老天爷就给他警告嘛，领的是批了一些训诲，告诉他也应该要去多开，他表示应该去做开导的工作，然后按就是让他的头痛就是越来越剧烈这样。那后来呢，他是没有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这样，就把他调回去了这样。你不想死，就去跑宿舍，懂吗？懂吗？你说你今天还能够留着，所以你还有点福报啦，对不对？你既然能够留在这里，就是你还有一点点福报。老天爷还觉得说你应该还有一天会发现应该要去渡人成全这样子。你再忘记了再去做一些开班的工作，再去做一些文书的工作，哪天就跟这个儿子他就把你调回去了这样。所以，来，你开学就去跑宿舍的举手。好，手放下来。好，给自己一个掌声啊！对，那所以就这几个小时就也真的去跑宿舍了。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他们都一把年纪了，对，那还是一样，就是拿着问卷，然后可能这就让莫广亮台主的先生啊，下1000步就会有一个人求到。他们大概传单递出去，大概20个人才有一个人会拿他的传单这样，对，然后拿他传单的人大概10个只有1个会听他讲话这样子，对，还是要在做好，还是要在做。所以后一句他们的其实就是心形成在心的。好，那好，我们这个开学去跑宿舍，那把人找来伙食团的。那之后呢，大家的工作就结束了。不是的你一定要把那个气氛营造起来。那你说学生营造气氛当然很 OK， 那我讲师我怎么营造气氛，对不对？那我就是一个浅显啊，那我真的把他找来了，那我不知道要跟他讲些什么这样子。这是跟火食团的学长的那个把周边协助的讲师们啊，这个是美术派讲师，是副的讲师，然后这几位是协助的一些讲师这样。然后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年人理办那个中秋节的迎新串考，那后来就跟几个商务的学弟妹就下来加以支援这样子。那一天就分几个小组嘛，对。那前贤呢就负责做什么事情？他就负责一直端西瓜汁、端那个点心、端臭豆腐这样。他们就自己一个烹饪组就对了。那学弟在那边串考，然后他们就一直拿很好吃的点心过来给我们吃这样。对。那或许就觉得说这就很好跟他们讲，然后或者就坐在那一些学生的里面嘛，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然后因为先前有这样子的动作，或者就跟他们聊说，你觉得其实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啊，那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样？对，那这就是我们火食团跟别的社团不一样的地方这样。今天我们火食团，因为大家都是到期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希望说来到大学会有一个好的环境。那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的小孩，有很多也都在别的火食团学习这样子。那他们就是自己的小孩在台北，然后给火食团的讲师需要照顾这样，所以他们有那个心想还是照顾火食团的学弟妹这样子，就很简单就把它转起来，想到长期性的一些付出啦。对，所以你出去你就是大家过去，你就算真的连国语都讲不太好，没关系，就去煮臭豆腐给大家吃就好了。对，就是今天去看到就是一个头发白白的副长在那边跑来跑去，跟看到一群头
跑大概1小时300块，好像感觉是不一样的。看懂吗？这样子大家过去的就会有大气嘛，就有大气。好，那再来归属感呢，就是这样子，大家也都去那边帮忙了，学生也在他开学的第一天就被我们找到了。之后呢，就要继续的去鼓励他，你要让这个学生能够持续性到场，没有节气啊，没有节气，只有一句话叫做开心感。别大家我那感情，我看他的好玩啊，不是说我拿着一个显化的照片跟这个学生讲学就放心了这样子，不会，他一定是因为你非常非常的关心他。对，那这个学生为什么会求到？是因为在座的各位能够跟这一些学弟妹讲说，你来我算这么久了，对不对？那我们礼拜三要办到，那你来求到这样子。那学弟妹说，学长只是求到，那你觉得学长是不是一个好人？是吗？学长会带你去不好的地方，不会这样子，所以就相信学长跟着我来求到这样，你跟学生关系切到这样子。那你跟他讲什么，他就都回来。不用讲太多高深的道理的。那这个早上英语教授分享的对，他就是因为一张圆桌啦对，然后就来参加火传的一些活动的这样子。他早上讲不是很清楚就是他会来火车团是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刚好火传有一个储藏室，摆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就问同学说，他能不能把他的东西放在哪里边？或许他是要街坊就跟他说好，哪知道他东西越放越多这样，就把他所有家里的那个大学用的书啊，然后他的鞋子啊，统都放在那里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势必一定要早上要来火车团，因为他书放在火车团，他就要来火车团拿他的书才能够去上学嘛。然后晚上那个放学后他也一定要来火车团，因为他的一些书要拿回来放这样，然后他就印了一堆那种小的鬼怪小说，对，因为他回来放下就来放火车团这样，然后也有还是没关系就给你放对，他放到最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对，因为这个学妹火车办活动有时候都比较晚嘛，学妹都10点多，然后就有前先骑车经过，看到那个这个学妹的车子还在火车站的门口这样。那早上他早上起来骑车来那个火车站拿东西，他也会东西拿去的时候，他在火车站做自己的事情。就前天早上7点去上班，看到他的车还是停在火车站的门口这样，还是代表什么事？今天这个就一个学妹的车子，晚上10点还在火车站早上7点也在火车站所以这个学妹怎样？前天就有这个学妹在火车站过夜，是天天过夜这样。对，那到场前显然觉得怎么样子的奇怪，就不来问后续，我去问那个负责讲师和讲师，他就去问北部的某某前贤这样子，因为当时还在沙鹿火车团某某学妹喜欢刷这样子，然后就传开了这样，对，就变成沙鹿火车团是一个非常迷乱的地方这样，或许不知道该怎么讲那就为了他，我们还是告诉他，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是很明理所以他现在是让他放着因为他是为了这个才能够知道的，你要把东西拿走，他就离开了，所以需求在哪里，他就在哪边懂吗？当然，那你会说，那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坚持为了去成全学妹，然后为了成全学弟，我们就推到桥边，推到那个角落还在推这样子，不可以的对，我算基本的3星之分还是要守好这样。所以他有一次来接亲的那一年的过年就是跨年的时候跨年就火算的就偷偷约，然后去跨年这样子。他也跟家里商讨说他要去跨年，然后要住朋友家，所以马上就回来。那家里也说没关系这样子。那他那一晚就打定主意要住火车团这样。怎么办？他才来火车站3个月而已他就跟你说我今天要住火车团说不可以我算不够住女生为什么？人家外面的那个宿舍整栋都是男生女生住一起对吧？然后所以我今天要住火车团他说
不会去住那一种就是和尚的庙？一个女生会去住和尚的庙去挂单，不会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如果算是和尚的庙，所以你是和尚嘛？说对，这样讲也可以啊，你是和尚嘛，那一个是和尚的庙，所以不能够去那边过夜这样子，然后就生气了这样，然后或许还是坚持就是不能够来住这样子，对，那冒着他就是退隐，然后要离开或算的风险，或许还是不能够让他来住这样，然后后来怎么办？后来就那个六号学长非常可怜的，就是晚上陪他去麦当劳，因为麦当劳24小时嘛，就陪他去麦当劳那边，就是喝咖啡喝到早上6点多，然后才让他回家睡觉。好，所以该坚持的钱财亲、男女亲呢，是跟圣人亲，这是基本，这个要坚持。对，所以我虽然不能够钱到公道出起分成，不可以。那你说别的单位我算都可以的，别的单位我算隔在这里，我们隔在这边，你不要拿我们自己的东西去跟别人比这样。好，那再来，我算在运作呢，这个学妹这个学弟就很发心啊，他每个礼拜3的活动他都会来参加。对，那之后你就觉得，这个学妹每个礼拜3的活动都会来参加，然后期中考之后她就不来了这样。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去找她。这个学弟妹她就很认同的，每个礼拜活动她都来参加的。你要不要再拨时间去找她？你说应该去找那些不来的，我跟你讲不对，可以找那些来国师团的。他愿意来国师团，表示他对这地方认同。但是你办活动都是以华为大群人这样，没办法跟他聊到天，没办法跟他讲很深入的话这样子。对，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到底他的感受如何？今天办的这场讲说他听别人的心得如何？你不知道啊。对，所以你还是要拨一天去找他这样。3条钱嘛，所以就是，我在那排行事历你一定要有一天晚上是没有开班、没有开会、没有办到，那天是固定去跑宿舍找学妹。当然你说不能去宿舍他有来过的嘛，有资料，就去那边带个点心，带个新幼稚园的小孩，带点东西，然后就去找他，请他下来拿就好了。这个一定要做，这个你愿意去做，道路做起来。那有一句话叫做“1回生，2回熟，3回变成好朋友”了你这样去找他1次、2次、3次，他就觉得这个学长还很常过来找我，就跟他变成好朋友了。好，再来是成就感好，那这个学生他就很开心的大一来参加我算的所有的活动，然后我们也每个礼拜或者每2个礼拜，至少2个礼拜要找他1次然后去找他，然后他升大2，你约他就约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国师团没有得到成就感，他会觉得说你是来我参加活动，然后就很开心，吃吃喝喝，但是系学会要我去当活动组的组长，他就去系学会当活动组的组长这样，他就去社团当社团的团长，是这样子。那你说我们佛堂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但是要么就是他做不到，要么就是这些工作他没有成就感，怎么办？所以第一个，办到工作分表在17页了来，这个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第1天来求道之后他就觉得穿这件衣服然后排班非常的神圣这样，所以在那个台中的上国师团，我们是有公用的衣服有公用的道袍，然后我们那里还是骑士，我们每次办道的排班，通都要穿这一件这样。对，还是就是然后问题还是可以不可以？还是说本来就是应该要穿这一件？是后来大家慢慢的就走上下去穿，那其他的就是临时要排班才去，临时要排班，然后就才临时装上去这样，不对，先找，对，
今天一个刚求到的请到请他求到过后，过了2-3个礼拜，然后要办到，然后就请他来排班，他就需要只是排班，然后就是你求到那天，就是看到那学长穿这件衣服，然后在旁边就是排班嘛，然后我们有学就觉得说是哦，那我要去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穿这件衣服站在那边非常了不起这样，对，而且因为让他有成就感的，懂吗？好，那之后早上情绪上有分享，就是他还没有亲口，他就会当什么呢？当半道的上下役。对，那这个是在南京这边是后续跟那个当初台中负责的电缆师啊，跟他就是请示啊，然后问他说，就是如果我是班的学生，那还没有亲口，能不能够来当半道的上下役啊？对，然后就觉得说，因为让这些学生来学他半道的上下，对他们而言，他们会有成就感这样子，然后2次相比一下，就跟会说可以这样。对，哦，那因为2次就回忆起一件事情啊，他有一次带着一个人才去国外帮忙，那个人才还没有亲口，能不能够请到？理论上是不行啊，但是那一次因为这种那个人才跟着2次出国而已，然后那2次小朋友就给他学习写药物就对了，他在国外写了1个月的药，我有个亲口了，就这么样子的生态，所以你看像那个齐局长，就是因为他班到上起来，他觉得这版的小孩类，他国情看那喜欢怪怪的，然后就国情口班的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义和这边的聊一起，看是不是能够让学生还没有亲口前，然后来当班到上下以上。但是你可以跟他鼓励嘛，就说丽娜，礼拜3要当班到的上下，那你至少礼拜1、礼拜2、礼拜3要吃素食这样子，那他应该会很愿意吃素食啊，那就可以鼓励他吃素食。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创造舞台，让学弟妹有发挥啊。除了既有的一些那个班课或是活动之外，那或许那时候为了让这一些就是上路的学妹能够有成就感，或者就去跟国小做接洽，就接了一个小练习班，对外招生。不是我们佛堂的小练习班，我们说佛堂的小练习班，大部分的学生来参加佛堂的小练习班当辅导员，他不容易有很大的成就感这样。但是这个营队是我们佛堂自己一直有去跟学校接洽，然后去办的。那初学来很管道，那你说学弟他会不会很认真去做规划？一定会。工作有没有很多？非常多。那我们那个人均学长，还在中医有成立公司，他们也有去办那个对外的小练习班。那这样子他就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成就感。我们有2个学妹啊，就是那个这一个小组跟1群的2个学妹，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班会，他们决定要留在国际堂继续学习。所以在我出来运作，你需要平常的关心，你也需要有一些转型的活动啊。就是这个学妹她经过了某一个活动、某一个班，她就能够突破某一个瓶颈，她就愿意更发心的做一些事情。那办营队也是一个方式啊。那时候第一次也是人很少嘛，后来就在这间学校办出口碑的这样子。第一次应该20几个学生吧，然后我们就是大概都是100个学生来参加的。那很多时候啊，就是学生他会觉得说对先锋、对基隆老师、对前面整个来重视，对他不太有感受。他为什么不会有感受？因为他没有做到这一些。你要付出才会感动，才会深入，才会起舞，才会。你今天没有去营造出、去发现出、去创造出一些环境，然后让学生能够从中得到成就感，他永远不会知道我在干嘛。知道吗？好，那是不是一定要办营队？不一定，但是你一定要找事情让学弟妹做，让学弟妹有成就感。好，那再来，那学弟就大2的时候，在博士班，然后就是参加了我在博士班是所举办的一些各种大小的活动，都能够来帮忙，然后从中得到成就感。然后他升大3了，你要跟他讲什么？
家讲使命感嘛。那这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工作。他如果大一有归属感，大二有成就感，慢慢的他在这个地方就会觉得，他如果离开远东国际团的远东火车就倒掉了这样。好吗？你要让这个学生觉得远东火车团不是从小是顶着，是他在顶着这样子。他如果走，然后就倒掉了。你要让学生有这样子的感觉，他就会有使命感。那你说他会不会顶不住就跑掉了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大一的关系，大二的成就，他会顶得住的，他会顶得住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或许有史看过这一段影片啊，这有看过吗？有些讲师没看过，那我就再播一次。有好吧。
希望能够有啦，希望能够有。那我想晚上晚会过后应该会更加的强烈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们也要常帮前辈者部的讲前辈者修办的一些故事这样子。这个呢，是我们那一年就是办那个期末出游，然后我们就到北部去拜访那个付钱人这样。对，那一次只有几个新生跟着我们上去，2个啦，好吧？对，或者就跟大家讲说，没关系，就这2个学妹我们一样办期末出游，然后带他们去，就是拜访付钱人这样。对，那刚好那一次的音乐非常的殊胜啊，然后就利用那个机会跟学妹鼓励，然后他们就更加的发心跟认同，更加的自觉感。那怎么说呢？那一天付钱的行程是这样子，或许打电话跟付钱说，付钱这个礼拜6点没有空，然后就说他大概礼拜6的下午有空这样子。那一天的行程是这样，礼拜6的早上3点付钱要起床，然后去搭车跑到那个新竹。那为什么要去新竹？因为刚好前的那一天是告别式，安东主刚好前那天是告别式，然后付钱要去那边当司仪这样子。对，所以付钱就下去了。那到中午结束，然后就回来这样。那晚上呢？晚上付钱在那个总会那边有一场，就是400多个人的专题讲座这样子，所以付钱晚上要去讲课，而且是那种专办的心理讲座，然后有很多非报期这样。那付钱之后下午是可以休息的，那付钱没有休息，他就把时间留给我们这几个小毛头这样，好吗？然后我就跟这2个学妹说，付钱是这样子，他是我们总会的理事长，然后他今天的行程是这样，他下午为我们2个人可以把时间空出来给你们，学妹问然后学姐就说，那为什么这些是愿意这样子做？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付钱很重视，就是我说的这些学生这样，虽然他们有事情常我说给大家，但是他们的心是在大家的身边这样子。就是去讲这些东西，让学生们就能够更加的有一些感受啊。那另外就是同届的，今天你为什么就是你们几个同一届的，都是大3，那会留在公司团？当初都是在田上约一起下来的啦。那你下来要干嘛？你下来是他们想，下来就跟他说助人成员的工作的。那你自己一个人，你会害怕吗？所以忍久了大家一起下来这样子。那你只有大学这4年，所以有时间可以去做修养班的工作，因为你只有大学4年，会一直有源源不断的一些不认识的人变成认识的人。你去修的同时课，都在前后左右就有4个可以跟他讲话的人嘛。比如说后面的讲师，他可能找上次的人啊，他能够读的都几乎不来求到的啦就只有在座的各位学生，才有那个语言学的人脉。那毕业后就没有，毕业后你去像后你现在在学校教书，只有办公室的同事那一群人，我也认识到新的人。好，最后那我虽然在清明呢，需要有一些东西就是当初周公治理作乐嘛，就是礼跟乐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去做善歌的推动对，在我这把学弟妹来的饭还没有煮好怎么办？所以都跟他聊天聊了1个月了。那他的学校所有相关学科的东西周边的环境通都已经跟他讲完了，再要讲什么？没有话题可以讲的，把歌本拿出来唱歌。你说他都不认识这些善歌是什么呢？一样是千里之外什么歌词我看不到，跟他做解释对，跟他做解释，然后唱善歌这样子。这个能力我虽然说的非常的好我刚刚可以去问一下物理学长他们怎么去做推动。那另外呢，就是要让学生习惯来佛堂参加的现象这样。你说学生第一次来伙食团能不能够就让他参加？举个躬，可以能不能够让他现象？能不能就请他到佛堂现象？看你自己的抉择那如果是后学的话，后一些学现在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办活动是来了50-60个人这样可能根基好。对，所以你就是办活动的时候，就请他
他们上佛堂圣香，不要勉强他愿意上去，那最好旁边在一起，就在楼下，然后排一些学长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他上去佛堂看到这样子，他不愿意跪下来献香，没关系，请他在后面，就是观礼就好了。对，那就还是会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就跪下来献香。那你要让他跪下献香，你一定要先教几个动作啦，他通常他不愿意做跪拜是因为他不会，只是他不要他不会。你要教他跟着做，你要教他几个动作。对，那一些上去教一些动作，他愿意跪下来献香的，就是我们优先成全的对象这样。这样懂吗？这样懂吗？好。那再来，在佛传心里呢，需要有感恩谦卑啦。那只是感觉是要推功揽过啦，这个非常的重要。办活动，然后出现传播的，第一件事情是干嘛？想办法解决不是互相怪罪啦。今天活动能够办得成功，谁的功劳？上天的功劳。今天活动办失败的谁的责任？候选的责任这样。你要有这样子的认知，懂吗？对，那这候选非常有意义，像是有一次。我们或许还在逢甲的时候，那有一次有一位资深讲师来到逢甲跟我们一起吃饭这样，那就有一位讲师就来到佛甲，然后就指着我们几个街坊子，然后破口大骂这样。然后我们前几天办的活动那有些不圆满的地方这样子，然后那个讲师就来骂我们这样。那原来是他久才来佛算一次因为他就到物这样来办嘛。来了看到讲师在骂我们，他就站起来跟那个讲师说：“讲师你不要生气那个学弟没有责任，是后学的责任，后学没有教好这样，懂吗？”我当时就觉得说，关你来是什么事啊？他活动也没有参加，然后也没有来开，我还不知道情况，但是他看到就是学弟被骂了，就是把他扛起来，对，然后就跟那一个讲师认错这样子。所以在座的各位负责人跟负责讲师，你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学弟没有做好事，我们没有教好。不是学弟没有做，不是学弟承受自己的责任。那今天事情圆满的成功的是学弟牺牲自己的放心跟上天的播种，不是我们的功劳。好，那最后是赞美在佛堂要时常帮大家布德对，那。举个例子就是今天，比如说我们学生来的第一天吃饭，然后大家就会自我介绍，对不对？然后就那个人训学长就做自我介绍这样子。然后通常我们会怎么做？他介绍完最开始回他嘛，人训学长他以前大一的时候，那个头发留的跟什么一样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回他，然后就笑得很开心这样子。你要这样介绍吗？你要这样介绍你这样子有气氛，没有大武器嘛？对，那你要怎么介绍？对，你要介绍的时候，你要帮这个学长讲完的学长讲完，然后你这一个就是在带自我介绍的那一位讲师，你要去帮他布格就是人训学长他在我们佛所的厨艺非常的棒，这样他一个人可以煮出10道菜，然后都非常的好吃礼拜3、4学长来煮饭学弟。如果有好话就过来吃看这样。每个人介绍完之后，你要帮他再讲一下他的优点、他的专长，让学弟妹知道的。然后学弟妹听完之后，一方面你也帮这个人布德，一方面你也让学弟妹觉得要不算人才济济，卧虎藏龙这样。对，不是互相推过来推过去。好，那最后。这个就没时间讲了好，那如果大家有一些疑惑的话，你可以到网络上打云水梦课对，云水梦课，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部落格。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佛传经里的一些理念，去把它的80篇文章看完这样。对，他总共写了80篇跟佛传运作相关的一些文章，或者也非常的好对，到现在后续还会非常期待说这位讲师什么时候能够发新的文章这样，因为每次看他写的东西都会有新的感受跟那种启发这样。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没关系你就
手册的18页到38页，然后很多。对，那这个就是这位讲师在部落格贴的一些文章，那的一些重点，然后后续把它再录下来这样子。那看一看，应该就对我算命就有更多的一些想法了。好，那不好意思，耽误大家5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会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就是要让大家真的有那个意愿，然后去成立伙食团，有那个意愿能够去跑宿舍，有那个意愿能够去把人给堵起来这样子。所以如果有一些语气比较直接的地方，请各位先多多包涵这样。如果有一些长官学历跟口球性之类的担心，就是各位讲师可以多补充，那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大家。好，恭喜！感谢讲师慈悲，前到一公，婚到子公。感谢讲师慈悲。好，那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那学长呢，他只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来报